121-113咁啊！廣東喺自己嘅主場咧就係擊敗咗吉林隊嚇。嗱，呢場比賽咧第一節咧就第一陣容上嚟之後咧，進攻端嘅效率好低，咁所以咧就係遲遲攞唔到分數，反而咧先入為主嘅係吉林隊。咁但係咧喺第一節當中，第二陣容上嚟之後，哇，非常之長士氣啊！上嚟之後嗱，張浩嘅好表現，跟住胡椒仔或者和達斯佢哋帶領成個陣容嘅嗰個進攻嘅梳理好好，咁所以咧喺第一節結束嘅時候就已經將10分嘅分差填平，甚至乎反超對方2分。咁而第二、第三節咧，我覺得廣東隊做得好好嚇，佢哋喺進攻端嘅梳理咧，包括喺防守端嘅一個嘅比例啦，其實係一度係領先過吉林隊20分嘅。但係第四節咁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啱嘅。第四節咧打到可能仲有8分零鐘到啦，杜鋒就已經將啲主力差唔多換咗落嚟嚇，亦都係等一啲嘅年輕嘅球員喺上面打更多嘅時間。咁就喺嗰段時間咧就有少少浪，咁所以第四節咧廣東隊單節得23分嘅啫，吉林隊咧攞到33分，咁同埋亦都係20分嘅分差啦，去到第四節仲有2分鐘左右咧，瞬間係得分10分嘅啫。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敲響警鐘啦，因為呢個賽季大家知道廣東隊嘅實力咧唔係話強大到可以係領先15分或以上嘅時候可以放鬆。咁所以再次係令到呢支年輕嘅球隊咧係知道咗自己嘅不足，亦都係會警戒佢哋咧唔可以話係太過浪去進行一啲嘅面對住大比分領先嘅時候呢個局面。咁當然最終贏波，其實我覺得亦都睇得出啦，年輕球員佢哋一啲嘅進步嚇，包括張浩啦，張浩今日其實發燒嘅，咁但係幾次嘅劈扣亦都睇到好爽。咁同埋就重新回復翻我哋以往睇得好舒服嗰種快節奏嘅攻防轉換咧，睇得好爽嘅。咁啊，同埋周琦喺運動戰當中嘅效率值亦都係比起上一場咧有提高，狀態一直向好。咁當然胡椒仔啦，亦都係大心臟嘅球員，亦都係領袖氣質好明顯。嗱，講翻啲數據呢，呢場比賽廣東隊喺籃板方面咧係領先對方10個，52-42嘅，而且咧喺一啲嘅3分命中率方面今日係差啲，所以亦都係變到佢哋喺得分端咧點解咁緊張嘅一個情況。咁但係總嘅嚟講，廣東隊喺第3階段開始之後咧，球隊整體嘅狀態都係唔錯，希望保持嚇。咁當然啦，聽日就係胡椒仔嘅生日啦。咁我亦都喺度再次祝阿胡明軒生日快樂啦，同埋希望咧佢身體健康嚇。另外亦都希望廣東隊喺剩餘嘅賽事咧越嚟越好嘅。咁今期風片係咁先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